電子招牌流行，同時亦都潛在火警危機。我哋嘅記者喺市面搜羅咗幾款店鋪常用嘅小型 LED 顯示屏同埋招牌，交俾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國強作耐火測試。盧國強先拆出3個樣本嘅底板，裁程每塊7.6厘米乘3.8厘米，並以燃點嘅蠟燭放喺樣本嘅底部嘗試燃點。結果發現，其中一個測試樣本嘅招牌底板唔單止以易燃物料製造啊，更加配以1點即着嘅玻璃膠固定電線。燃點之後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可以喺3分鐘之內燒成灰燼。而最令人擔心嘅係呢一類嘅野火 LED 招牌掛喺商住大廈嘅外牆，一旦遇上短路同火舌，猶如火上加油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，危及民居。上個月喺北角港島海日君綽酒店嘅顯示屏大火，就已經揭露咗 LED 招牌嘅防火問題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